很一样。今年礼拜一，中央二线来看嘅係客家100嘅內啲專題報道也文學嘅部分。今年一帶向前繼續來看台灣文學嘅百年發展地位，除了對抗時代改變嘅豪情，還有一種文學家之間細水長流、相知相惜嘅情感。台灣文學界人講有兩種，講嘅係鍾肇政同鍾理佛，因為如係行業，雖然唔係親兄弟，甚至幾十年唔是見過面，不過一路以來如係可能寫信嘅相互關心，建立被歸情嘅友情。鍾肇政還因為開創太和小說呢啲作品，歸腔神後唱名，也本人講係台灣文學之母。一份温柔通信，在經濟社會結社嘅概念詞彙，傳起嚟北中南種跨越提北老人之間關係。北鍾肇政，南鍾理佛，客家有名嘅代表人物，咪係台灣文學史上兩個重要嘅作家。從戰後1950年開始，台灣的作家沒有一個，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一個不跟鍾肇政通信的。寫信比他年紀大的人，寫信給他同輩的文友，甚至鼓勵這個後進。他其實就是想要帶動台灣文學。而入轉往嘅時呢，讀兩攤嘅鍾肇政，老讀美濃嘅鍾理佛，當年青嘅功能文學社會老人性。因為太關鍵，兩個人行創作嘅路都受到眾多嘅限制，所以也會相互通寫。那民國40年開始寫東西，第一篇文章，民國40年，民國34年光復，所以6年後呢就開始發表，投稿，退稿專家，10投9退。誰看中鍾肇政？他要把一個稿子拿去投稿，都是非常困難。鍾理和也是一樣但是他認為說，什麼是對的，什麼是應該堅持的，他們就從這樣的一個很辛苦的過程從那個邊緣慢慢的把這個核心建立起來。鍾肇政老鍾理佛命運都相長，文學理念強弱，偏偏相撞又都係行業，偏因和華道基調係親兄弟，其實兩個人一個讀北，一個讀南，所長10歲，和個幾十年都冇時見過面。民國49年，鍾理佛不幸過世，離奇到了這時節，鍾肇政將正經行業，鍾理佛大家喎。父親過世嘅時節，人們就叫我親傷心嘛咧吼，嗰啲一生之中老實講，像伊哋安尼嘅文學、因文學認識、因文學結成兄弟樣嘅一種感情實在也係非常可貴啊！經過了40年，鍾老都廿年前接受客家電視台專訪嘅時節，講到鍾理佛還係當悲傷。鍾理佛過身過後，鍾肇政同樣溫柔主持嘅鍾理佛遺作出版委員會，和讀三張年之內出版嘅鍾理佛嘅第一本小說《二》，得到動態嘅回響。接下來還繼續關心鍾鐵美未見心機。而唔單止對我嘅父親有一種嘅感情對我哋一度自然也像錫自家嘅親兄弟嘅自然樣嚟照顧我哋。嗰個一生人我寫文章，起嘅我不慢看本小真所看。美濃鎮尖山腳下嘅鍾理佛紀念館，展示呢佢20世年嘅創作，淳樸又動有感情，係30年代農民文學嘅典型。這台灣因為有鍾理和這樣的作家出現所以才影響到後來慢慢大台灣的作家強調我們台灣鄉土。
我相信七家嘅愛也會以自己盡做公民嘅指標。你係總理府以聲音三萬寫作嘅同理，未賦予中小姐寫路邊法，強用安龍曼安建設，行人嘅親戚除了兩個人信奉，俾你看到咧。客家新聞潘景祿、汪小琪推俾報道。